Hello，大家好，我係 Sadona，歡迎返嚟我嘅頻道啊！我哋繼續一齊八下有咩娛樂新聞。好耐冇見嘅曲婉婷啊，最近喺中國就上咗熱搜噃，仲要連上3條，係發生咩事呢？我哋一齊嚟睇下。分別係呢3條熱搜，分別係曲婉婷賬號被封殺，曲婉婷阿媽濫用職權，導致2.3億嘅損失。曲婉婷咁多年嚟從未公開道歉。好，喺講落去之前，希望大家免費訂閱、點讚同埋分享我嘅頻道，多謝。喺2026年嘅2月馬年春節期間，曲婉婷佢通過咗內地嘅一啲社交媒體嘅認證，開設咗自己嘅個人賬號，同埋喺上面發佈視頻，同埋疑似係賣嘢嘅。但係佢個賬號咧唔夠24個鐘啊，就俾人封殺咗咯噃。咁係發生咩事咧？我哋一齊嚟睇下下。喺佢新開嘅國內平台賬號被封之後，佢就即刻更新咗自己嘅 IG 內容，疑似係回應喺國內嘅賬號被封。更新嘅內容亦都頗為具有挑釁嘅意味啊！佢嘅配圖係一個短視頻剪輯嘅軟件，正係曲婉婷剪輯自己新歌宣傳視頻嘅畫面。右下角仲有一行細字寫住 I'm working on it。其實喺過去嘅幾年呢，咁曲婉婷佢都嘗試自己喺海外發歌嘅，但係咧就唔 hit，亦都冇咩人氣。咁但係咧最近幾年啊，因為佢以前唱過嘅有啲歌咧，喺國內嘅嗰啲抖音平台翻紅，咁佢咧就嘗試下自己可唔可以復出。咁我哋一齊嚟睇下曲婉婷嘅背景下。佢係喺1983年生於黑龍江嘅哈爾濱市，即係喺中國出世嘅。咁佢就標榜自己係華語流行樂嘅女歌手，同埋係詞曲嘅創作人。咁佢當年呢喺中國係以獨特嘅，佢把聲線係幾特別嘅。咁同埋佢係以創作女歌手走紅嘅。咁佢嘅代表作咧叫做《我的歌聲裏》，我都聽過呢首歌，當年都係幾紅嘅。咁令到佢被封殺咧，係因為咩原因咧？係因為佢個媽咪張明傑。咁呢個張明傑咧係喺中國黑龍江哈爾濱市嘅前高級官員嘅，因為涉嫌呢個嚴重嘅腐敗問題咧，喺中國被調查、審理同埋判咗刑嘅。咁呢件事咧一曝光之後咧，就對佢嘅公眾形象嘅打擊係非常之大嘅。咁佢阿媽咧，當年喺哈爾濱市咧，曾經擔任呢個發改委嘅副主席、城市鎮化建設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嘅等等職務啊。咁佢2014年9月咧，就因為涉嫌呢個腐敗問題，被當地嘅紀委帶走調查。咁佢就被控係涉貪啦、受賄同埋濫用職權等等嘅罪名。涉案嘅金額查到嘅就大概係3.5億人民幣左右。咁喺2016年審理嘅時候咧，檢方就曾經建議判處死刑。咁去到後續嘅審判階段，法院最終就以犯罪事實成立，判處張明傑無期徒刑，並剝奪政治權利終身，沒收個人財產嘅。咁喺呢件事曝光之後咧，曲婉婷曾經喺社交媒體上咧發文表達對母親嘅、對佢阿媽嘅思念啦，同埋覺得好心碎啦，同埋每日話自己每日都喊啦，同埋強調佢好愛佢阿媽嘅。咁多年嚟咧，佢都多次喺
中國嘅微博等平台為佢阿媽單案呢，就呼籲應該要依法公正審判，同埋亦都係即係對中國政府表達不滿嘅。咁正係因為呢件事呢，咁就令到佢喺國內俾人封殺啦，輿論呢都係一面倒噶啦，咁亦都將佢定義咗為呢個失德藝人。咁所以咧，佢而家嘗試復出咧，唔夠24個鐘咧，又俾人封殺翻啦。咁啊，祝佢好運啦。咁我哋睇下一條新聞。富二代王思聰最近就俾影到喺新加坡同佢嘅女朋友一齊過農曆新年喎。王思聰不嬲都係鍾情於網紅嘅。咁佢最近嘅呢個新歡咧就叫做懶懶，亦都係一個網紅嚟嘅。咁喺大年初一咧，就俾人影到佢王思聰同埋佢女朋友，仲有另外一個靚女三人行出現喺新加坡嘅環球影城喎。咁可以睇到咧，王思聰就又幫個女朋友擔遮影相，攞住公仔，孭住大袋細袋喎，好親民㗎喎，又唔係話好高高在上喎。咁我哋嚟睇下王思聰啦。王思聰近年呢就低調咗好多喎，早年呢係好高調嘅。咁佢呢最出名就係因為佢係中國萬達集團創始人王健林嘅仔啦。咁佢近年呢亦都自己王思聰亦都活躍於商業投資，同埋喺個電競領域呢亦都受到唔少嘅關注嘅。咁佢喺2018年嘅時候咧，喺 IG 就奪得呢個英雄聯盟全球總決賽冠軍喎，即係佢打機係好叻嘅。除咗係佢嘅愛好咧、興趣咧，亦都係佢生意嚟嘅。咁佢咧當年都有唔少嘅爭議事件嘅，包括有啲言論嘅風波法律嘅糾紛經營嘅問題，仲有啲私生活嘅。咁佢早年咧最高調嘅時候咧，喺中國嘅微博咧就多次點評唔同嘅藝人影視作品同埋呢一個娛樂圈嘅行業亂象嘅。佢講嘅嘢咧都好尖酸噶，好犀利嘅。咁引發咧對方嘅明星嘅 fans 同佢對鬧嘅。咁喺2019年前後咧，咁佢就開始低調啦。因為佢旗下嘅公司咧，因為債務糾紛，咁佢就被法院列為被法院限制呢個高消費啊。咁隨後咧，債務問題得到解決，限高令亦都被取消。咁佢嘅私生活咧，就係多次被影到同唔同嘅女性一齊出行噶噃。咁亦都好多花邊新聞嘅。咁下邊嚟我哋睇下當年討論比較高嘅同即係娛樂圈嘅人公開衝突。喺2011年前後咧，就當年汪小菲同大 S 結婚咧，咁因為酒店投資同埋資金背景嘅問題引發咗好多輿論嘅討論。咁王思聰當年咧就喺微博上面質疑汪小菲財富嘅真實性，話佢扮有錢，背景誇大，咁雙方咧就喺呢個微博嗰度對鬧嘅。咁15年左右咧，佢又喺微博嗰度發文抨擊呢個范冰冰噶噃。咁但係范冰冰咧就從來冇正面回應過佢，但係咧范冰冰啲 fans 咧就中意同佢對鬧。咁呢件事之後咧，人哋就封王思聰為呢個娛樂圈嘅紀委。咁除咗王思聰呢個富二代新年期間去咗環球影城之外咧，另外一個富二代都去咗喎。鄭中基現身環球影城被網友捕獲同身邊嘅女仔開心大笑玩機動遊戲喎。我哋一齊嚟睇下。佢喺舊年嘅6月咧，就同前有線主播余思敏驚爆離婚，結束咗長達14年嘅婚姻。咁呢段婚姻呢，係當初咧就好羨煞旁人嘅，
但係咧有傳啊，係因為鄭中基前經理人何慶湘嘅介入咧，最終導致離婚。咁到底而家三個人嘅近況係點呢？我哋一齊嚟關注下下呢場婚變嘅導火線呢，就喺2024年嘅8月。當時鄭中基突然公開指控經理人何慶湘工作同埋操守有問題，宣布終止合作，並表示將去美國戒酒嘅。而喺鄭中基宣布同何慶湘終止合作之前呢，佢嘅老婆余詩敏曾經喺 IG 貼出一張疑似地氈嘅相並 tag 佢個老公同埋何慶湘以及工作人員 Stephanie 以及佢當時嘅網台當時佢老婆咧就意有所指咁話 Good morning HK, something big are coming, want to see？ 即係話早晨香港有大事發生想唔想知？咁引起網友好多嘅揣測，個個都神探上身地氈式咁搜查，究竟呢張地氈嘅款式係咪出自北角嘅某一間酒店呢？又對鄭中基同何慶湘嘅關係猜測討論，並猜測余詩敏係唔係當時捉奸在床隨後更傳出何慶湘懷孕等嘅負面消息，不過三位當事人都冇作出呢個正面回應嘅。舊年鄭中基同余詩敏正式展開咗呢個離婚程序，並喺2025年4月同6月兩度現身家事法庭，就離婚嘅細節進行閉門嘅聆訊。喺離婚官司期間有傳聞話鄭中基同余詩敏提出嘅贍養費金額為每月8000港幣。由於鄭家底豐厚，加上一對仔女一直讀名校，呢個金額8000蚊，被外界質疑係唔夠維持日常嘅開支嘅。但係其後鄭中基就發聲強調8000蚊贍養費嘅傳聞係同事實嚴重不符而親自陪個仔出庭嘅鄭東漢呢，就表示話個仔離婚之後每月係會俾6位數字以上嘅贍養費嘅，係遠高於傳聞嘅8000蚊，足夠應付一對仔女嘅日常開支。信奉佛教嘅余詩敏啱啱喺舊年嘅除夕呢，就同好友黃心美，話黃心美都唔易少噶。黃心美係邊個黃心美就係安心事件嘅家姐前主播鄭文、韋志豪等一同現身慈山寺。鄭文喺 IG 分享慈山寺元日萬燈法會嘅相余詩敏等人喺入邊做呢個義工，身穿灰白色嘅制服，全程都係以素顏示人。好耐冇蒲頭嘅余詩敏，似乎有一段時間冇剪過頭髮，咁頭頂都睇到晒有白髮嘅，咁睇上去都有啲殘啦。咁我哋又睇下何慶湘啦，即係鄭中基嘅前經理人咁佢潛水咗好耐突然間喺初3嘅時候呢，就幸福發文佢將當初公開嘅社交平台呢，就轉為私人，而佢亦喺2024年聖誕呢，喺朋友嘅相入邊亮相之後呢，就未見過蹤影。佢嘅個人社交平台亦都喺嗰件事發生之後呢，就一直冇更新嘅。咁就有傳佢已經係轉職去咗有一間電影公司度做嘢，更傳出佢私下呢，亦一直係幫鄭中基手嘅。甚至 Ronald 去美國作呢個暫別演出嘅時候呢，佢都有幫手嘅噃。咁一直到今年嘅大年初3呢，神隱咗大概年半嘅雙姐呢，終於蒲頭佢唔單止將個人社交平台轉翻嚟公開，
仲擺咗兩張相上邊喎，上面寫住等我哋一起過喎，咁啊淨係睇啲字咧，令人有無限遐想嘅。咁但係張相入邊咧，其實講係佢同佢嘅愛犬嚇。咁喺張相入邊咧睇到咧，阿雙姐精神唔錯喎，同埋咧笑得好甜喎，唔知係咪為咗復出作部署？咁啊，至於鄭中基咧，近日有網友喺社交平台分享喺新加坡嘅環球影城發現佢嘅行蹤見到鄭中基咧同旁邊一個女仔一齊玩機動遊戲簡直開懷大笑回春咁之後網友咧亦都上載同佢嘅合照，咁鄭中基咧就笑容滿面睇嚟咧心情唔錯。賀歲片夜王喺香港嘅票房報捷截至琴日咧已經強勢衝破咗4500萬港元電影除咗黃子華同鄭秀文嘅精湛演出之外咧，一眾配角都紅晒喺網上好多人討論，人氣高漲。夜王嘅熱潮咧唔單止限於香港，電影更喺英國幾乎同步上映，令到唔少移居當地嘅港人可以喺大銀幕上面感受香港嘅氣氛，一齊開懷大笑過呢個農曆新年。咁最近黃子華就上咗一個 YouTube 頻道英倫爸爸，喺訪問當中咧，黃子華對英國嘅觀感成為咗焦點，尤其係佢對當地食物嘅直白點評我哋一齊嚟睇下。當黃子華被問到對英國嘅印象嘅時候，佢就話英國啲嘢真係幾難食嘅。雖然同場嘅鄭秀文唔係好贊成阿鄭秀文 Sammy 就話佢中意食乾真啲嘢，但係黃子華就話 Fish and chips 已經係最好食噶啦。佢更加分享自己曾經食到又貴又難食嘅漢堡包，佢形容係全世界淨係去英國先揾得到一個仲要5-6磅又貴又難食。當主持人問到如果去英國借票嘅時候，淨係俾帶一樣嘢，你會帶咩黃子華就話即食麵。佢解釋話如果我有一個即食麵，我覺得已經贏晒啦。佢就回憶有一次曾經喺英國去歐洲喺英國揾來揾去都揾唔到嘢食嘅，嗰個過程佢形容係好淒慘佢話直到喺柏林揾到一間普通嘅越南粉鋪，佢先覺得哇，有冇咁好食佢認為簡單一包即食麵嘅味道已經係勝過當地好多嘅食物佢笑言即食麵係 comfort food， 但係佢嘅言論之後咧引起好多網友嘅熱議尤其係移英港人嘅熱議國際巨星成龍同佢個仔房祖名之間嘅父子關係一向都係外界關注嘅焦點最近有網友喺米蘭直擊佢哋發現佢哋同行同埋啲朋友一齊聚會噃。咁網友發現房祖名嘅左手無名指上面戴住戒指咁大家就估佢係咪已經結咗婚？事實上有關於房祖名秘婚嘅傳聞已經流傳咗好多年啦。根據台灣媒體2024年嘅報導，房祖名同逝去11歲中國嘅模特兒兼歌手葉子琪被傳拍拖好多年葉子琪之所以為人熟悉係因為郭富城同熊黛林結束咗7年長跑之後，2013年被指戀上葉子琪，自此葉子琪就有咗昔日天王嫂嘅稱號，但係最後就郭富城就同咗方媛結婚啦。咁台媒2024年就話房祖名同葉子琪感情穩定，佢不單止喺台北購置豪宅，仲喺上海為佢個女朋友置產㗎噃，出手亦都相當闊綽。咁今次米蘭之行
房祖名手上戴住呢隻戒指就意義非凡啦，好多人就話佢應該係結咗婚㗎啦。咁現年71歲嘅國際巨星成龍入行超過60年啦，演出過無數嘅經典作品。最近仲踩入時裝界，近日佢就現身喺米蘭出席佢嘅好朋友李寧運動品牌嘅時裝週。喺當地有唔少遊客留學生、野生捕獲佢，咁佢都好親民同粉絲互動影相。啲網友話佢狀態回春喎。早前成龍呢，佢喺宣傳新片嘅時候呢，佢就公開同佢個仔道歉啊。佢話大概呢一年淨係通一次電話嘅。佢話平時冇事呢，就唔會主動聯絡個仔嘅，亦都好驚個仔打電話嚟揾佢，因為佢覺得佢個仔一俾電話佢呢，就係有問題先揾佢求救嘅。成龍憶述有次房祖名喺父親節嘅時候打電話過嚟，原本係想同佢講聲父親節快樂嘅啫，點知阿成龍一收到電話就一輪嘴咁鬧個仔，咁結果呢就鬧走咗個仔。咁個仔以後呢，生日父親節呢都冇打個電話俾佢，咁佢亦都覺得好後悔啦。佢原意呢就係想個仔呢好嘅，但係呢佢講嘢嘅語氣呢，佢就次次都好似鬧個仔咁，咁啊變咗個仔呢都怕咗佢啦。咁佢覺得自己而家年紀慢慢大呢，咁個性格呢都慢慢軟化，心態呢都平和啲冇話咁嚴格，亦都冇對個仔咁苛刻。佢依家就係覺得希望個仔平安、快樂、開心就好啦。